来看一个陈小姐哦，伊指控讲，一个伫网络顶头真出名姓王的减重医师，收上100万的费用哦，替已经捌做过切胃手术的阿嫂，搁再做手术。伊阿嫂哦，伫手术后2日就不幸过往。医师佮病院的声明是表示讲，这案哦已经进入司法庭时是无方便表示意见。他在北部是找不到任何医生愿意为他开刀的，因为他是高风险群。 家属伫平台陪同之下开记者会，讲伊的兄嫂林小姐找到专工来高雄小港一间病院，找这名姓王的盲肠医师替伊做减肥手术。想要到初10开刀，隔2天伊出现喘气袂顺，甚至佫有唔知人的情形。12紧急送去大病院抢救，也是救无回来。所家属伫咧整理死者遗物，才发现有足侪代志无符合情理。王明宇医师亲口告诉我，是因为他要找外院团队来开刀，要聘请 麻醉师，我询问他，请外院团队，不是小港安泰医院本身就应该有的设备吗？家属质疑医生的资格甲手术规定的合法性，同时佫用各种的名义甲死者收100多万的钱。对此，院方表示，王医师确实是因病院的医生。立卫生局第2日前往病院稽查了后，表示医生的资格甲手术拢合法，不过超收钱的部分已经违法。除了相关罚25万以外，也要求相关人士甲超收的费用还给家属。 医疗机构不得违反收费标准，超额或擅立收费项目收费，违者将依同法103条规定，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。本局将依法处办，并命限期将超收金额退还。家属表示，因望相关单位会当介入查清真相，莫阁有人受害。里面对家属的指控，院方发表声明回应，针对林小姐的事件，因表示遗憾，认为本案已经进入司法阶段，目前解剖的报告也被公布，因无方便对外表示意见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